魯君曰：夫道，一清一濁，一靜一動。清靜為本，濁動為末。故陽清陰濁，陽動陰靜，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。行本流末，而生萬物。清者濁之源，靜者動之基。人能清靜，天下貴之。人神好清而心要知，人心好靜而欲牽之。常能顯其欲而心自靜，情其心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滅而不能者，心未澄，欲未顯故也。能顯之者，內觀於心，心無其心；外觀於形，形無其形；遠觀於物，物無其物。三者莫得，唯見於空。觀空亦空，空無所空，既無其無，無無亦無。湛然常寂，寂無其寂，無寂寂無。俱了無已，欲安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心自靜矣。心既自靜，神既無擾。神既無擾，常清靜矣。既常清靜，及會其道，與真道會，名為得道。雖名得道，實無所得。既無所得，強名為德，為化眾生，開方便道。魯君曰：道所以能得者，其在自心。自心得道，道不使得。得是自得之道，不名為德，故言實無所得。魯君曰：道不能得者，謂見有心。既見有心，則見有身；既見其身，則見萬物；既見萬物，則生貪着；既生貪着，則生煩惱；既生煩惱，則生妄想；妄想既生，觸情迷惑，便歸濁海，流浪生死，受地獄苦，永與道隔。人常清靜，則自得道。於是而越偈曰：天尊妙用常眼前，舉體動心皆自然。悉覺動心看動處，動處分明無際邊。邊際由來本性空，非觀心照得虛空。自悟因緣無自性，蕭然直入紫微宮。宮中宮外光者明，萬法園中一道平。清心清鏡假無礙，無礙無心心自在。平等到平無有異，天堂地獄誰安置？神記內寂不虛形，善惡若空何處生？只為凡夫生意見，強於地上起眾王。眾王遮莫千官府，一一帝官無宰主。帝冠無主本無終，只個因緣即會終。中間雖會常無會，況會無為任勿通。若時有人知是經義，行住坐臥，若能至心念誦，心心受持，則能滅除無量一切宿障諸惡。冤家皆得和合，無受苦報。邪魔外道，道能降伏。告諸眾生，欲當厄難，各以清淨，信受奉行。